头往上看，女作业员一个个横跨在铁架上采收成熟的菇，动作迅速利落，外加好胆量。就在上面很容易腿软。低温6度的菌菇熟成室把人冷得打哆嗦。养菇达人陈丽美说，温湿度控制很重要。金针菇长出来要这个长度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帮它穿外套，就这个套子哈，我们就直接从这个罐口上粘着。为什么要穿外套？因为这样子的话，它才会再往上涨。上涨，对，然后也比较有重量。柳宗菇也被照料得头好壮壮，而自行改良品种的雪白金菇口感更 Q 软。还有比手掌还大的杏鲍菇，让陈丽美很自豪，曾让吃素的顾客吃了真的误会是鲍鱼，吃起来像鲍鱼，所以才有杏鲍菇的名副其实。台中石冈这处养菇场76年从日本引进菇种，已发展成台湾最大规模。一排排的菌菇数以万计，用可回收的罐子取代太空包是环保的心意。长到这个高度，树嘛成熟了吗？都得长。都得长来，可以采收了，对不对？可以。采收方便，就是把这个外套脱下来啊，然后这个洗干净可以晒干，可以重复使用。那我们采的时候就是用手，这样1、2就起来了。这里的菇在冬天盛产时，一天采收好几吨，有机肥自己调配，每天至少用掉30个平台车，数量惊人。水果还有那个菜啊，他们会回去之后加工之后可以当有机肥料。因为我们那里面的原料是那个木屑、米糠嘛，所以它里面有机肥很高。用做长做久的概念来经营，陈丽美的菌菇王国，一年4季美味不停歇。凶嘛，做得咋嘞？凶嘛，做得咋嘞？